亚维的梦篇章之衣服的色调，我们以红色跟黑色为主，因为当初跟Judy在讨论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抓出我们泰雅族整个8大支系最重要的几个颜色的元素，所以在颜色上，Judy也特别抓了红色配一个黑色。然后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他在他的项链上面大胆的设计，然后做了一个像彩虹的毛发，因为在传统来说，泰雅族是有猎人头的这个民族性，所以他在他的胸前做了一根彩色头发的项链，然后也是有点象征性的，我觉得这蛮传统是这样子，传统就有这样子的感觉。所有东西的创作的脉络，我们还是要多知道过去是什么，回归自己的根源这样子。对，我们不能随便创作一个东西就说这是泰雅，这是什么。所以我觉得在服装上，Judy 的对颜色上的配搭，还有她胸前的这个配件，然后我就觉得哇很酷，因为我们所有东西都可以收，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什么故事了。头发简单，然后妆感的部分把气氛把它做出来，然后加上 Teddy 他也做了一点未来感的效果，光影就会觉得所有东西放在一起几个重点，然后有个退和进，这样排列其实是非常的大气。对，跟他的音乐是相辅相成的这样。期待。亚维莫瑞泰雅全母语专辑《亚维的梦》即将发行。